在啦，柯文哲这种在陈菊女士眼中看起来就是沙巴嘛，就是个无足挂齿的渣渣啦不是渣男柯文哲连渣男都不够格啊所以我觉得陈菊女士不会把这当一回事的啦。来形容陈这是柯文哲的卑劣又一章了。我真的不晓得再怎么样来形容柯文哲的卑鄙恶劣。陈菊女士用她的半辈子奉献给我们台湾的民主运动和我们民主进步党，那也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主进步，还有民进党的对柯文哲的帮助拉拔，才有你柯文哲今天得以担任首都台北市长嘛。结果柯文哲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身材容貌来言语羞辱陈菊女士，我觉得柯文哲这种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啦。胖瘦美丑，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柯文哲一而再再而三啊，我觉得这看得出柯文哲内心的龌龊。柯文哲真的典型的一个卑鄙恶劣的家伙啦，所以我觉得撇开外貌啦，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人的内心你内在的世界。柯文哲，我不讲你的外表，不批评你的容貌，但是我认为你的内心世界是丑陋无比啦，极其龌龊。所以我5年来对柯文哲的判断我真的没有看走眼柯文哲1个字讲就是坏，2个字讲卑劣，3个字讲坏透。认为陈菊女士大人大量风风雨雨看了那么多嘛，不是吗？陈菊年轻的时候，连坐黑牢被判死刑都不怕了，置生死于度外了，对不对？恭喜在啦，柯文哲这种在陈菊女士眼中看起来就是沙巴嘛，就是个无足挂齿的渣渣啦不是渣男柯文哲连渣男都不够格啊所以我觉得陈菊女士不会把这当一回事的啦。